執下又一間，執下又一間，唔經唔覺半年執咗3間啦。講緊嘅係美式快餐連鎖店 Five Guys。創立於1986年，現時全球有超過1900間分店嘅 Five Guys 係喺2018年進軍香港嘅。當年就揀咗喺灣仔開鋪，話說我哋嗰陣都有去拍片。作為亞洲第一間分店，當年其實都好矚目，有一排都要排隊。見咁好反應，梗係開多幾間啦。全盛時期 Five Guys 喺香港有成9間分店，仲揀咗香港成為亞太區地區業務嘅地區總部。不過香港餐廳嘅結業潮係好公平嘅，美國過江龍都一樣冇面比。大半年前開始，佢哋就連續執咗3間分店，有減冇加。與此同時，北京喺8月就一口氣開咗2間五兄弟，條龍長到要排2個鐘頭先有得食。嚟緊喺9月仲會再開多間添。咁香港點解會做唔住呢？啲分店係咪拍晒烏蠅呢？等我去睇睇先。我係平日下晝5點幾去嘅，揀咗尖沙咀分店，去到真係嚇咗一跳，又話冇生意嘅。平日非飯市時間，全場接近爆滿，我差啲揾唔到位啊！不過就真係冇乜本地食客，接近一半都係內地遊客，另一半就嚟自五湖四海。目標顧客睇嚟相當偏埋一邊，難怪之前荃灣分店鬼影都唔多隻，尖沙咀就爆晒棚。了解自己嘅定位，揀啱地區開鋪，對餐廳嚟講真係好重要。為咗簡化出餐流程，佢哋係唔會理啲食客係堂食定外賣，所有食物一律以外賣嘅方式嚟處理，即係全部嘢都會包好晒，再擺入牛皮紙袋裡面。堂食都唔會有托盤，搣開個紙袋就開餐㗎啦。儘管前線員工已經好勤力執枱，但呢種出餐模式就令到衛生比同類型快餐店差少少。佢哋仲有一個唔知係優點定缺點嘅做法，就係餐具、調味料、飲品都係自助模式，任攞唔嬲。呢個做法進一步放大咗佢哋本質上就係一間快餐店。跟住同大家睇下餐牌，佢哋多年嚟都冇套餐嘅，淨係可以單點。一個漢堡包大約係100蚊，中薯條就60。佢哋好出名嘅奶昔係65，舊年開始為咗刺激人流，終於有套餐啦，收費就大約係150至200蚊。今時今日要做一個醒目嘅網民，真係冇咗 VPN 唔得啊！舉個例，想跟上潮流玩下 ChatGPT， 香港同俄羅斯、北韓一樣，都係唔用得㗎。想用就要翻牆，虛擬咁樣衝出香港。我就用咗 Surfshark VPN 幾年啦，除咗可以打開新世界大門，睇到更加多嘢之外，佢本身就係一個虛擬私人網絡，透過加密你嘅上網活動，封鎖廣告同惡意軟件，上網就安全好多。同一個賬號可以喺無限部裝置使用，除咗手機同電腦，好多作業系統都兼容。無論係香港居家日常，定係去旅行要連酒店 WiFi， 又或者移咗民想睇翻啲香港訂閱咗嘅內容， Surfshark VPN 都幫到手。我知好用係唔夠嘅，最緊要係有優惠。而家用畫面呢條連結，又或者用我嘅優惠碼，就可以免費用多4個月。下面說明欄會有相關資料。我今日嗌咗一個雙層芝士煙肉漢堡套餐，包咗細薯條，另外加錢轉咗奶昔，總數係213。我哋搣開個紙袋，攞啲嘢出嚟睇睇先。嗱，有片有真相。多年嚟好多食客都唔滿意佢哋個包又濕又油，今次真係唔使睇個包都見識到啦，連個紙袋都濕晒。個包我哋留翻最後先講，講下啲薯條先。相比起其他食物，薯條冇咁有爭議性，好多人都覺得好食嘅。鋪頭每日都有張紙寫住當日薯仔嘅產地，有啲熟客直頭記得邊個產地好食啲，邊個產地冇咁好食。產地唔啱心水嗰日就可以慳翻唔使幫襯。餐廳標榜所有薯仔都係新鮮不經冷藏，亦唔會預先設定。每日喺餐廳裏面先切嘅帶皮薯條，會用花生油去炸，非常香口。除咗原味，仲有我今日揀嘅 Cajun， 食落會有辣椒粉嘅微辣、煙燻香氣，同埋蒜粉、洋葱粉、胡椒等等新香料嘅味道。
講到薯條用花生油炸，就一定要講下呢度最標誌性嘅免費花生任食。話說呢度嘅漢堡包全部都係即叫即整，所以顧客落完單係會等得比其他快餐店耐少少。佢哋喺幾十年前就諗到請人食免費花生打發下時間，咁就冇咁覺等得耐咗啦。同時喺鋪頭裏面有好多人一齊剝花生，亦可以間接提醒一啲有食物敏感嘅人，呢度嘅薯條係用花生油炸，避免過敏意外發生。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飲奶昔，呢杯個底係雲呢拿雪糕，跟住有10幾種唔同嘅配料可以加，味道完全係食客自己設計。我今日就揀咗花生醬，我平時都好中意食嘅 Biscoff 同埋呢度嘅招牌煙肉。呢個配搭係好正嘅，我唯一唔中意嘅只有嗰支紙飲管。跟住就要講下呢個好有爭議性嘅漢堡包啦。多年嚟好多食客都投訴，佢哋個包成日好似俾油浸過咁濕立立。有幾個原因嘅，第一就係佢哋會用塊錫紙包住個包，水蒸氣完全走唔到，將個包整到濕晒。第二就係佢哋用嘅牛肉脂肪比例偏高，好處當然就係 juicy 啲啦，唔好處就好似我今日咁，啲油直頭係會流出嚟啊。第三個原因其實食客自己係可以避免嘅，因為呢度食漢堡包係可以免費添加配料同醬汁，總數有10幾款。如果落得太多醬，同時又揀咗好多會出水嘅蔬菜，咁個包想唔濕都幾難啦。撇開濕呢個問題唔講，醬汁配料高度自定化，即叫即整，加上對食材品質相對有要求，個包其實好難食過香港其他美式快餐連鎖店。呢間快餐店要戰略性地縮減香港分店數目，其實同佢嗰個食物好唔好食嗰個品質，我就覺得冇乜太大關係嘅。可以借鑑一下，就係關於日本嘅拉麵店，佢哋有一個講法或者叫做社會共識，叫做千元之壁啊，即係話喺一般大眾食客心目中，呢一種平價平民快餐食品係唔應該賣超過1000 yen 嘅。所以就算幾十年嚟成本上漲，好多拉麵店嘅老闆都唔夠膽將佢加價加到超過1000 yen，因為佢覺得只要超過咗1000 yen，啲食客啲熟客就會唔去幫襯。千元之壁好多年以嚟喺日本嘅飲食界，甚至乎一般即係新聞界咧，都會成日去提出，亦都有好多學術期刊去研究呢一個課題。講到千元之壁呢，咁可能部分華語圈嘅遊客就會唔係好理解，咁佢哋就會話啦，唔係喎，我去日本玩嘅時候，發覺好多拉麵店都賣超過1000 yen 嘅喎，有啲1000幾 yen，有啲2000幾 yen，邊度係好多鋪頭唔夠膽加價加到超過1000 yen 啊咁樣講。咁其實呢個呢，就係因為即係好多遊客去日本玩嘅時候呢，佢哋去玩嘅地方本來就係所謂嘅遊客區，而佢哋會去幫襯嘅拉麵店更加可能係一啲好出名啊、攞晒獎啊，可能已經係攞咗米芝蓮又或者係 Tabelog 好高分嘅一啲百名店咁樣樣。咁嗰啲餐廳賣到咁貴，其實喺整個日本嚟計呢，係好少部分嘅。講翻今日呢間餐廳啦，美式快餐店食下漢堡包薯條，喺本地香港人心目中，會唔會話有一個其實叫做百元之壁，超過咗100蚊就唔係好想幫襯呢？ Five Guys 生意差咗，到底係佢哋嘅服務環境唔好啊，食物唔好啊，定係一開手嗰個定位定價策略同本地食客嘅價值觀有少少出入呢？呢個留翻俾大家下底討論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